平安，平安。以赛亚书讲，有一个囝手术来，有一个婴仔伊来出世，今仔日是大工节第二主日，咱着用信心来准备救主基督耶稣的降生，咱着有伊家己将大欢喜的好消息往普遍的传，咱要欢喜迎死进入伊的门，咱要乐乐进入伊的殿，咱做伙来唱伊互我欢喜。你好，
方法。祈祷是互上帝期盼咱上好的方法。伫即个大港节第二主日的时阵，咱就爱准备咱的心，重新甲上帝搁一摆建立亲密的关系。借着圣经，借着祈祷，借着关靠主的话，愿咱的信心拿坚定，信靠耶稣真正。上帝名得尊重，公义甲和平。